遮？我哪会伫遮？洪志安，你哪伫遮？啊，伊就旧厝伫装潢啊，所以来遮哦住几工啊。无要甲你讲话啦。洪志安，洪志安，我是感觉周瑞兄哦，因为体型的关系啊，伊的神经哦，甲头脑是较慢嘛，啊，再做这么汉的代志，啊，你若要对伊安尼？伊我的人客呢，啥物代志甲我讲就好啊。我无要甲你讲话。是啦，我歹势吼，敢会当互阮三个人私底下讲一下？总就是发生神经病啊！哈，总归只只甲伊莫安尼，你即马就是哦，抱红地毯摇车3年，我等下厝大，你敢知影？说啥无伊买无可能。你讲歹啦！如果伊某是人好好，你就是搁变小三啊啦！朋友有可能我甲斗相共是安怎？阮两个清清白白。这朋友蚵仔含钱啦，那加鬼加怪，要加干无，我不爱开门。小露露，即摆是食物件的时阵哟，甲处理一下啦。我感觉周瑞秋袂起来就洪志安呐。啊，若是搁继续大，都歹讲啊。我有一个朋友伫中华开旅社，我敲一个电话叫伊斗相共吼。免急啦，伊即摆这个状况哦，我无放心放伊一个人啦。系啊，已经开始啊。所以说，爱第一届是意外，那爱到第二届就是惯犯。你家己想清楚。安尼使叫伊来食饭啊吗？伊巴肚枵。哦，恁两个紧转啊，本所车来接你。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第2台。